點解我哋啲養生茶同埋我哋啲產品可以發揮到咁大嘅作用咧？就因為我哋自己本身中醫有埋一套自己嘅針對性每一個客人嘅一個穴位嘅家居按摩，咁就令到佢哋可以達到7分養3分治，同埋可以自身療養一個嘅結合，去令到有需要嘅人可以達至短期之內康復。做咗之後係差唔多大部分都係可以改善到佢自己本身嘅情況，同埋可以喺短期之內見效。我哋啲中藥啦，同埋養生茶，咁佢配合埋我啲穴位，係可以全方位咁去令到嗰個患者啦，或者需要嘅人士啦，達至最佳嘅效果，同埋最佳嘅治療咯。古法傳承，治療自身，ENT養生茶。